好，这时候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语。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能力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敞开，灵魂苏醒，我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一起来思考充满盼望的一个题目充满积极的盼望。这是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我们每天有的要素，而且我们因着这份信仰带给我们就是极大的盼望，而这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成就的。刚才潘牧师带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要我们对这2021的季节有做很多的宣告，对不对？他已经宣告完了所以我们就阿们就对了，对不对？阿们。第一堂的时候，牧师带领大家一起来宣告许许多多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当我们凭信心来宣告神为我们预备的，就让我们有能力来支取下来，并且在我们的每一个路径当中，他为我们开路，他亲自引导我们，他也把加倍的恩典祝福在我们每一天的上面都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天天去发现神的恩典是满意的，因为他不只够用，是满意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阿们。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你觉得过去的日子里面神量给你的福，你有全部领受了吗？在我来讲，我觉得还没有，因为我相信神为我所预备的一切的恩典跟福分大过于我现在所领受的，并且他所应许给我的是永不落空的，是必给我的。而至于我自己，我要更多的努力紧抓住神，让我与神当中没有隔阂，没有任何的拦阻我跟神的关系。我相信唯有如此，我每一天努力来奔跑这天路的时候，我才能够更多来领受从神为我预备的一切福分。这一切的福分必然让我心满意足，也必然让我的生命更被神所喜悦跟使用。阿们。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可以宣告，而在新的一年，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你可以跟主说，主啊，我要更多次支取你为我所预备的，我要更多用属你的眼光来看见你每一天所量给我的都在极佳美之地。阿们。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所应该需要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盼望。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阿们。希伯来书11章1节。对，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明白知道，你信之所以信，是因为你相信神为你预备了。你信之所以信，是因为神为你预备的没有人能够夺去。你信之所以信，你是知道我往前走在神的旨意引导的道上，神为我预备的应许必然是可以得着。所以我们如此的相信，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我们即便有难处，甚至有失望跌倒，我们不至于绝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的应许，是绝对不落空的。所以信心产生盼望，盼望可以成就神迹。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信心产生盼望，盼望成就神迹。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从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样的议题，我相信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跟信仰。你的态度不同，那个结果一定是不一样，对不对？你有所喜好的一件事情，你必然用心在这里。当你用心在这里，就会成为你的专业，就会展现你不同的与人不一样的能力在这世上，这是理所当然。我们在信仰上也是应该如此。
我们更专注这份信仰，这份信仰就让我们更贴切的能够去领受神告诉我们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而我们更多的领受福音，这神的大能就成为神给予你的能力，而这能力就在你的生活里面可以活现出来。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必然是充满喜乐的，充满盼望的，充满信心的。阿们。是充满祝福的，而且可以分赐更多的分享给别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位广会堂的犹太人，这广会堂的人，他为了女儿的死来到耶稣的面前。很特别哦，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怎么告诉耶稣？他让耶稣知道一件事情，这一件事就是一个事实。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哎，很特别哦。对于一般人来讲，死了就是怎么样？就死了嘛。死了就是断气了，就是没有生命了。既然是没有生命了，还能够做什么呢？我只能说，主啊，你为什么我现在才找到你呢？我女儿都死了，不是吗？应该一般人会这样讲，不是吗？我都已经死了，还能做什么？你到医院里面，死了的人，医院大概不会做任何事情，医院会告诉你说，联络你的牧师来，对不对？联络葬仪社来，是不是这样子？但是这父亲不一样哦，他父亲知道女儿死了，家人、亲戚、朋友都在预备后事，但是他有一个盼望，就是他知道有一个人能够在这绝望当中让他死灰复燃，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别人都认为死了就是死了，还有什么好讲的？但是对于他来讲，不，我的女儿刚死了，如果你愿意按手在她的身上，她必活了。哇，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信心。我们也看见这血肉12年的这妇人，当她看见耶稣的时候，她怎么样？她心里想，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哇，只要摸他的衣裳，过去的12年都绝望了，找遍了医生，找遍了方法。然而今天他看到耶稣，他自己心里想，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只要摸到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牧师觉得什么叫做盼望的公式，就是虽然怎么样，只要怎么样就必怎么样。哇，阿们。虽然无花果树不结果，虽然什么牛那个什么牛棚里面没牛，羊棚里面没羊，虽然是如此，只要神的一句话，这一切都会死灰复燃，一切的丰盛会在眼前为我预备存留。这就是一个盼望的公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所盼望吗？当你有所盼望的时候，你要经历信心，因为真正的信心是在绝望中崛起的。如果一帆风顺，你不会经历到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当你遇到绝望的时候，如果你转回头看神，归向神，你会去发现真正的信心就在这里被建立起来。牧师牧会被神呼召出来，我总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不断的诉说，到我死后我还是可以继续诉说。哪一件事情？我的信心在哪里建立的？不是在丰盛的永光教会建立的，我的信心的源头是在最贫瘠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经会灵的地方的鱼池教会建立的。因为我在那里经历了，原来靠着神宣告，竟然教会第1年可以113万的收入。这对当时候我的母会的长老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80万就可以成堂会了。这间教会鱼池教会刚7年关了，要重新再来，
怎么可能第一年就有113万的收入？做传道，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感谢主，有一位长老看见我的信心，那叫王美荣长老。他跟牧师跟小会员说，周传道都有信心了，就让他做看看吧。阿们。凭着信心的宣告，神成就。那一年我们经历了神一切的丰盛，从零开始，真的是从零开始。人信徒多少也是从零开始，让我经历到主啊，谢谢你，在最贫瘠的时候，你让我建立了信心。我用这样一份的信心，我不管到哪里，我都相信神都与我同在，因为我宣告这位神的同在，他的全能就运行在这里，他的国度就降临，他的宝座就设立在这边，我还惧怕谁呢？我不靠自己，我宣告，因为神的同在，他给我的意向，给我的信心，就必然成就他所要成就的。阿们。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可以带出来的一个能力。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会帮助我们许许多多。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难处里面，我们不要自爱自怜，我们不要自己咒诅自己。我们看我们所没有的时候，好像一无所有了。不，你在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的时候，我相信会帮助你经历到那神原来真的就是那一位丰富的神。阿们。所以求神给我们有看见。看保罗他如此说，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阿们。所以不管是生是死，不管是顺境逆境，不管是丰盛还是贫乏，神基督的能力在我身上照然的显大，能够成为我一切所依靠的，并且借着我能够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就是保罗所经历的，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说，来，在基督里就有盼望。来，对，在基督里就有盼望，这是我们要确信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看，一般来讲，积极的盼望对比较理性、比较现实主义的人来讲，会成为那是一种笑话，对不对？好，都会觉得说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基督徒怎么天马行空啊？还不实际一点。你真的资源都有限，你的生活困境就是这么多，你还一直宣告你是一个喜乐的人，你是一个富足的人。不，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如果用理性来评量的话，那值多少？信心如果用现实来看，那叫做信心吗？那不叫做信心，那是实际的现实的生活的条件。然而神给我们的就是要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社会，看我们的教会，用神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一切。而这用神的眼光为出发点所看的，跟一般人所看的是绝对不一样的，是绝对不一样的。阿们。好，所以保罗说，属肉体的人不能体会属灵的事情，这是理所当然。如果我们用属肉体的眼光看待一切，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不可能，不能成就。但是属灵的人是用神的眼光在看待，而这一切事情就会极其美好，因为这一切都要证实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依靠神的人，神必成为你的宝贝，神必成为你的依靠，神借着你来彰显他的同在。那你相信你缺乏吗？不，你会跟大卫一样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我心满意足，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当耶稣来到这个广会堂的家里的时候，我那一些送葬
队伍已经开始在集结了，哇，大家都很吵闹的。耶稣叫众人离开，他肯定的对他的父亲，对所有的人说：这女孩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在耶稣的眼光里面，她不是死了；在一般人的眼光，她已经断气了，她没有再呼吸了，她开始在冰冷了，不是吗？但是在神的眼光，在主的眼光说不，她是睡着了。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盼望跟信心，在血肉的妇人身上，耶稣也告诉他说：放心，你的信救了你。阿们。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如果我们陷入在难处当中，耶稣也愿意跟你说：孩子，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你信，所以神必为你所做的必彰显在你的身上。阿们。当你有这样相信的时候，你心里的难处，你就可以宣告：主啊，这心里的难处就交给你了，因为我信你，而且信我是寻求你的人。阿们。这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一定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从神而来给予我们的，不管对家庭、对个人、对你的服事、对你的工作，一切的，如果有给你一个意向，如果你清楚你这个感动、这个意向是可以荣耀神的，是可以为主而做的，那你应该要坚持到底。即便别人来看觉得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只要你相信我做这一件事情是可以荣耀神的，我做这件事情是可以成为最美好的见证的话，你要坚持下去。因为神喜悦，神必然在你的身上让你成为他的器皿，能够荣耀他，所以他必然成就。你不要轻易的放弃，你要坚持，不断的祷告，用信心来拖住。我相信神也会帮助你，透过别人，透过你的寻找，透过你的祷告同伴，来成为你的支持者。我相信那祝福、那恩典、那最美的结果，必然在前头为你预备。阿们。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基督徒要有超越现实的眼光。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来，基督徒要有超越现实的眼光。对，我们要超越现实的，有超越现实的眼光，这是神给我们的。最后我们来看，我们看扫罗王跟他的大卫，当他们面对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的时候，哇，很特别哦。圣经记载歌利亚是300公尺，是强大300公分哈，不是公尺，讲得太快了哈。潘牧师吓一跳，说：“赶快，不是公尺是公分啊！”你们都没有觉得吗？还是刚才在睡觉？300公分哦，你就可以想象300公分是多高，你们知道吗？就是屋顶，就我们这个屋顶最高的这个屋顶就300公分，最高的屋顶的地方就300公分，它是非常快的巨人。所以，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强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要看他都要仰头，对不对？你会看到他的那个长枪是超过300公分的，是至少要400公分，4公尺高的，跟你所拿的这个武器可能会差很多。但是你看哦，一般人在看歌利亚，跟大卫在看歌利亚有怎么样的不同？哇，歌利亚好巨大，好巨大，不被他踩死就算幸运了。一般人都这样，对不对？但是大卫怎么讲？大卫会认为说歌利亚很巨大，不可能打不中他的额头的，因为他的头很大，对不对？他的目标就很明显，随便甩一甩也可以甩得到，对不对？所以他一颗石头就可以击中目标，因为他巨大，所以头也很大，目标清楚的。不一样的眼光哦，对不对？不一样的眼光的果效就不一样。那如果看他巨大，
就不被他踩死就幸运的，一定是战战兢兢的躲在石头的后面。但是大卫他知道目标清楚，他可以过他的，而且他清楚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难处的时候，你的眼光是用怎么样的眼光来看待，那结果是会不一样的。所以经历神迹的关键在于哪里？在于你的信仰跟你的态度。经历神迹的关键就在这里。你乐意神迹彰显，对不对？你乐意神为你做事情，因为神迹就是神为你所做的。而当你的信仰、你的态度正确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的作为必在其中。回想过去的20年，我们感谢神，从2006年到2015年的这一段期间，神给牧者一个对永光教会的一个意向，建造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就有这个意向，牧师就勇敢的宣告，并且策划所有的这一些从神而来对永光教会的心意。我们感谢主，神让我们从传统的教会、传统的团契，慢慢的转型成为细胞小组。这过程非常的慢哦，2年半、3年半，大概才转型有一个型出来哦。然后我们也看见，我们教会应该在敬拜上要更喜乐的、更荣耀神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礼拜的程序的安排，我们几乎2年就调整一次，2年就调整一次。对有一些信徒来讲说，哎呀，牧师为什么要这么的麻烦呢？我们过去这样就很舒服了，不是吗？为什么还要再转来转去、换来换去的呢？对，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不是按着牧师的心意。如果按着牧师的心意，这样也是很好啊，过去就很好。我过去也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但是神要我们不断的修正，因为神要把更大的恩典福分给我们永光教会。感谢神，在过去的第一阶段的10年当中，我们教会真的是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充满喜乐、充满彼此相爱的教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凡来到这里的都很享受在与神同在的敬拜里面。而到2016年的时候，神给我们第2个阶段10年的一个意向，就是要成全圣徒，力行普世宣教。当我们牧师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宣告的时候，那策略在哪里？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就相信，用信心宣告，神就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培育上，慢慢的看见，哇，培育的果效对信徒来讲有最大的祝福。一个新来的慕道友，透过培育，让他生命极大的翻转改变，也让他成为有很好的见证。他的生命的改变、家庭氛围的改变、关系的改变，都是从福音所赐给他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么美的事情，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并且要例行宣教传福音的工作。这过去我们想尽了很多办法呢，想要传福音，好好传福音。什么野外礼拜，哇，传福音的机会，对不对？我们比较有资深的就知道，我们的圣诞节，我们花40-50万，哇，办1000人的聚会，但是果效呢？哇，好像很有限。我们不满足，我们就要求神，主啊，给我们更好的策略，更好的策略。当我们的教会细胞小组健壮起来，培育的学校健壮起来以后，幸福小组的布道的策略就进来了，对不对？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2015年，在思考2016年开始未来的10年的时候，根本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当我们宣告神要我们成为怎样的教会，神就一步一步、一阶段一阶段的带领。但是这其中还是有人不了解，对不对？没关系，神会等候。当我们凭信心大家一起走的时候，
这果效就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神的教会，他自己掌权在这其中。我们说教会的头就是基督，当然是以基督为主，他就一步一步给我们有极美极美的作为在我们永光教会。所以如果你现在去到任何的台湾任何的地方，你可以说我是台北永光长老教会的，很多人都认识我们了，对不对？哇，感谢主哦，因为我们可以做长老教会，一个更新的一间的教会，这是神看得起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成就他的美事。我相信未来如何，会大过于现在吗？会吧？会吗？那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因为教会是有机体，是很自然会成长的。只要教会健康，只要教会充满了吸引力，就自然会成长，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阿们。约翰一书5章4，对，我们都是从神生的，神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命定，我们必然可以胜过世界的。而这个世界所指的是撒旦恶者所辖管的那罪恶的世界。我们胜了世界的是因为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对基督对神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宣告，信心的宣告就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盼望就有能力彰显出来，而能力的彰显的果效必然是成为美好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牧师用缩短的一些时间跟我们分享这一切。那有需要更清楚，你可以在我们的讲章里面，我们更可以清楚来看。我们最后来宣告好不好？来，信心产生盼望，盼望成就神迹。阿们。信心产生盼望，盼望成就神迹，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哈。OK， 好，那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章6节。再一次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章6节。